时点绝招，要捉龙的是剑，但是力不中心，对做失败。现在霸权机密文已经被独角妖龙的破坏了。哎呀！妙了！霸权机密文突然间变成焦土啊！内面所有的道兄未知生死如何？这独角妖龙实在是一个害人不浅的妖怪，非斩敌不可。是，但是咱三大名师的功夫，强非妖龙是对手，这要如何？来，我用气功上真针对伊目睭，对，我用剑上针对伊咽喉，我使用雷火弹。假使我若是叫妖龙架起只，雷火弹在伊咽喉爆炸，安尼看有可能收敌独角妖龙无？道兄，难道唔爱我参加是？元人，你的义务还阁真重咧？什么任务？你需要保护金王子复国啊！金王子的代志，有这军舰要甲保护，我昆仑元人也毋是贪生怕死的人啊！希望咱四个人合作，好收敌害人的妖龙。哎呀，道兄，元人你赶紧退开吧！我北海三大名师来应付。啊，北海三大名师，你实在是轻视我昆仑元人咯！希望你退开。无论怎样，当妖龙最后决一个死战，来退开呀！将昆仑元人甲吹落这个深坑之下，恐惊元人的受伤嘛？放心啦，元人功夫非常的熟练，这阵无论怎样，唔通互伊参加，一定要保护金王子。你我三人在北海登天立誓，一再三再，一亡三亡啊！今日最后决战，收敌害人的妖龙，好决死战！无血性的，生人面的，无你是到底啥位人的演讲哈？阿捌听你开口，也阿捌听你讲话，也到底你是创啥呢？哈？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啦。哎，啊你真行，我相信我是你的好朋友呢，咱是共阵的呢。系警察你较有本啊，你拳较大，拳较好看，啊我较无本，用布帮啊尔。啊平平是同行的，我对唔对？我讲你听咧。这几年中间风云变成，这个武林中大家纷纷议论啊，讲恁迄间什么霸权机密门口迄个独角妖龙大翔白咧，内面咧歪歌生沙，遐神角，鲜肉的啊！无，你想咧听啊无咧？我平讲就是行啦。我咧讲实在了，新人面的啊，应讲的。我你想咧听啊无？无血性的。我跟你讲啦，这只妖龙我看落你才有办法啦，对。迄较早我会记你讲你用迄刮痧刮咧，甲想一个就迄龙角啊，解救卖红肿啊，迄要用你想一个，哗，我中煞。所以我想啊，你若要收你这个独角妖龙，我甲你配合，对。也怎来甲站做两站，也你顶一站，我顶一站，咱两个是。正讲天下同一无二的功夫呢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叫做为了这个保护国家，也为了保护良民。假使来去死在每两个手头哦，嘛是爱死得真壮烈呢。名扬仙果，功成得病啊，对。无你想来听下无啊？想落啦，你做你甲闯落，若有代志就有代志，无代志我拢负责，对。你比我相信无较无当呢。行啦，想啦。为此大好王子进探靖海宫，在靖海宫内发生一场兵斗，王恩竖起，雷声霹雳，可怜好王子被擒，为此重重伤。为此利用机会
后西顺离开雷山海。好风水西有松林老者气冲冲，伊在洞内精神勇气，伫等候伊土地好风水加音。老前辈谢罪，老前辈谢罪咧，罪将好来呀！我就是带你的徒弟去侦探靖海宫，想着要逃出这个飞龙秘籍，以后希望会当破靖海宫，会当收持独角妖龙。殊不知天不从人愿，遇到伫中这个靖海宫这妖道的电视，令到风水悲情。恁这人做事真懵懂啊！靖海宫是非常神秘的，而且靖海公主这个妖道12万分的厉害，搁较搞怪。我的徒弟比琴命在旦夕，老朽要无赶紧来解救，徒弟绝命啊！你再出等我，葫芦内有药，等你先接落去吧。多谢前辈，你期间会安全无事。我的代志你免甲担心啦。你的老前辈出去如何？真是放心不下。哦，前辈回来，哇，风水安然无事。就个人嘛干咋？你再有功夫厉害，我直接就不给你们是啦，你内面加油灯，享用你的身体吧。就个人嘛干咋？请问前辈，你入去靖海宫有甲这托角人龙万年座对阵无？有啦，详细我再讲给你听吧。我使用着丁票大龙的轻功，听这个雷旋魂，入到这个靖海宫。靖海宫老早就布置电视伫咧等我，当然为着我的徒弟，老朽冒性命之险，侵进到这个宫内。托角人魔万年座本身无出手，利用伊部下4面围攻，但是老朽并无出手，我只有守，并无反击。经过差不多1刻间，托角人魔万年座喝令停战，然后将我的徒弟送出。我的目的是要救徒儿，并不是要破靖海宫，所以我就将徒弟挨你离开了。入要离开的时，这托角人魔万年座向我宣布，100天后一定得要甲我一决雌雄啊！你是讲为安怎托角人魔万年座来惊你？不是惊我，
你若讲伊惊我，反倒当我惊伊啦。这叫做牵鸟上机。哦，牵鸟上机。是，人惊人，贼惊贼。为什么托家人魔万年组，因乃无要向你正面对个攻击，约战100天后呢？托家人魔万年组，伊每年都北壳，所以伊北壳都要100天才会完毕。等后伊北壳100天完毕了后，伊才有胜战的希望啊！我伫咧想，我这100天来，将着我所有的心灵术，以及着我的绝技，教予我的徒弟何王子，拢总该教好势。我一定甲托壳人魔万年组最后要决一个死战啊！喂，开始，呵，你赶紧走！现在托壳人魔万年组甲你通缉咯。首先命令着伊闭眼魔鸟，特别杀你。啊！闭眼魔鸟，迄是我的大敌，我认为要如何？你赶紧去秘在安全的地点吧。哦，过时了，听。托壳人魔万年组，老朽。森林老只气冲冲也毋是好食啦，100天后一决生死。启禀大人啊，高知国迄个奸商吼，叫做木可啊，也带大队镇压在四座山黄金楼遐。而且呢，伊派了这南蛮这亡命徒四处伫咧捣乱呢，感染甲咱这个云南地界好暴力士气，善良君主坐立不安呐。万人表示国法，对治安有所威胁，将影响听着。本院出了缴械令，伫官府人员与兵士，当正式加入行量会工作者以外，不得带武器。并将就所有的武器、火药一切交入官府，负责按实际情形论罪议判。遵命。英雄啊，你到底怎样一出一入啊？在咧紧张什么嘛？调心有所不知，这钦差王平足无意思啊！现在已经出了紧急令，各府州官啊拢总同意啊。无论怎样，爱将着宝刀宝剑拢交入官衙，哼，什么意思嘛？切！你那人点点啦？我来了。廖书记。哦，你敢是好斗道人？是啊。你敢是四座山？我伫四座山啊。听讲恁呢，做公所团有一支白龙剑，4翼3绝之妙啊，这当断体砍金下玉，上爷莫过。讲叫我来甲你出价，要甲你买。啥物？要买我的宝剑？嘿啊，看偌济钱拢无要紧啦，要买你这支宝剑啦，哈。也无你会叫迄个王平甲你收油，你若无甲去叫哦，会掠去关啊，哈。所以啊，赶紧卖咧，也无真危险。讲啥？我的宝剑绝对无要卖这个何国扬名的奸臣啦。嘿，你讲的哦。我讲的都对。你要负责哦。当然，我讲我负责。你等于甲奸臣讲，我的宝剑无要卖。好，好，你该死，你该死。阿爹，咱这口白龙剑已经传5地人咯。假使若交予官府，咱这个保镖的生活无宝剑变哪用哩？宝剑若是用在救国救民，尼才称为宝剑；若是用在杀人，就是害人害己的机械啊！尼毋是叫做宝剑。我想保镖的生活收起来，将这口宝剑献公，尼才是守法的良民啊！阿爹，你细眼差了，这口宝剑会做咱保家国护身，这是咱所有的财产，何必献公呢？哼，保家护身。恁这少年人咧讲拢唔对，英雄主义啦、暴力主义啦、自己主义唔对。如果你若是用暴力处处惹祸，也安尼处处甲人结怨，100支宝剑都无可能保护你的安全啦。唯一会当保护咱的安全呢，就是爱守法、护法，安尼才会当保性命安全。哇，老兄弟啊，哦，千草翁，是啊，真久拢无看咧。哇，这恁后生呢？
是。哇，2、3年无看了，真大，哇，我英俊烟斗呢哈。哼，老兄弟啊，哇，你靠白龙剑真久拢唔捌看到，啊，你嘛举出来我看卖。千草王啊，我正在将口剑特别献给伊钦差大人咯。啊，哇，你将阮传家宝啊，特别献功啊。是。嘿，这个全国国民若拢像你安尼喜欢哦，嘿，咱这个国家绝对是安和乐利了。林大哥啊，哦，迄个钦差王平哦，事实大过是哦。讲在这3个月来啊，所有这武器啦，甲这什么火药拢爱缴出去哦。要若无吼，特别实际情形，论罪以判。哼！好，革命三龙到，革命三龙来，阮老谢各位来人咯，迎接杀好。参见老大，老谢，听讲最近你安尼得意洋洋安怎？啥物得意咯？我是参加着这钦差大人的战事，现在就是要抓这个叛贼莫可，所以去这个斩死姚良，追赶骨落。所以你才会使大刀大剑心。剩一支尔，较早我长刀短剑扁钻尖镖规大堆，但是起码剩一支，这个就是钦差大人伊的命令叫我大哩。我着奸臣爱该收拾，伊着姚良爱该斩除。好好，你今日来意思是？我意思爱大哥你服从着钦差大人的意思，守法违法，将着所有的武器、当假火药拢甲缴出去。安尼才是真真正正大丈夫奇男子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过敏的，你实在有影头脑过敏的。我想这钦差王平，看来唔是好官员呢，一定是贪官污吏。伊就是惊这义士劫客该斩敌，所以才命令人缴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老大你说错得错咯！那是王大人为官是忠君爱民、廉宁清净，绝对唔是像你所讲迄种人啦。因为高知国的万人大刀大剑，带着江湖怪技师，毒药暗器种种，来到中原闹事，暗害着善良君主，所以呢，王大人才下了缴械令，特别防止暴力，甲这个不法之徒的蠢动啊！安尼善良君主才有一个保障，唔免受这个惶惶不安呐。也毋过这个王平，敢若会做官了，但是唔知影讲这个义劫剑客到底是怎样大剑？这个大剑的含义，伊完全拢唔知啦。到底你大剑是啥物含义吗？所以唔知影讲义劫就是杀贪官、治恶霸、保善良。哦，对，啊你平生是抬过几个贪官污吏，治过几名恶霸呢？无啊。我只在准备伫要工作中尔。哎呀，你已经犯罪咯！啊，我犯罪，犯着杀人未遂之罪。其实我甲你讲，虽然贪官恶霸，你也无权该杀害啊。原来安尼讲起来，做官的人有势，也恶霸若较属有钱，为非作歹，欺负善良，也只无钱无势善良君主，永远都无可能讨回公道。所以呢，就是需要咱这款义劫。勇敢来帮助着这善良君主讨这个公道。哎呀，愈讲就愈唔对。我又讲唔对。是啊，大错误又个特错误咯。实实在在勇敢正义的人呢，就是爱抓着贪官污吏甲恶霸的罪证，然后挺身而出去检举依法治治，绝对唔是像你安尼藐视国法、以身说法的行动啊。讲安尼嘛是有理。好，来人啊，将内面的武器当这火药，拢总甲缴入官府啊！无限魔都下中原，向咱挑战。什么？无限魔都下中原向我挑战？过敏的，安尼要如何是好？哈哈，无问题，互我甲点两三步啊！喂。下中原，你赶紧将武器拢总交出来，连你支无限魔刀所交出来，则袂违法。否则你会吃苦。什么？
你这个鬼面的，敢违背乌道兄弟，来人啊！将鬼面的甲击倒起来！看卖咧，金光万都随去天条一响，看卖。人生有命得风霜，啥人无破浪？只有境界坚强，唔通来悲伤。朋友，人生在宇宙间，各有天地之生，父母之所养。人人各有一心，各有一心。上天并赐各位智慧的灵聪，尽在各位打开运用思考。万物受命理所逼，而不分是非善恶。回头吧，回头！不过放弃光明之躯，而陷入罪恶的污泥呢？赶紧回头吧！守法者枪，违法者罗啊！好了好了，听你的啦，有咩之前，我听你的，来啊，叫海叫海！啊！昆仑关人怎样心？拜三大名师叫梁家去啊！哈！运命之神啊！赶紧的，帮忙你来去收地妖龙，做下你啊！赶紧来去渡龙啊！天心桥上的黑黑老者，徛在桥上，伫咧观看这尾妖龙的动静。独角妖龙伫要将天心桥吃黑黑老者。这边面，运命之神当棍剑一个，自所强力，特别多龙。棍剑是毋是会当达成愿望呢？请看续集便知分晓。